路加福音22章66至71節。天一光，民間嘅眾長老、祭司長同文士都聚會，將耶穌帶到佢哋嘅公會。佢哋話：你如果係基督，你就講俾我哋聽。耶穌話：就算我講俾你哋聽，你哋都唔會信。我如果問你哋，你哋都唔會答。從今以後，人子要坐喺大能嘅神右邊。佢哋都話：咁樣，你係神嘅仔咩？耶穌話：你哋講得啱。佢哋話：我使乜再攞證據啊？嗱，我哋親自聽見啦。小朋友，考考你啊！耶穌係點樣介紹佢自己㗎？喺公會裏面，眾長老、祭司長同埋文士認為耶穌對自己係神兒子嘅呢一個宣稱已經足夠去判佢有罪啦。不過當耶穌從死裏邊復活，佢就證明咗耶穌自己真係神兒子嘅身份啊！耶穌明明係真正嘅審判官，明明可以指出佢哋不信，不過耶穌仍然願意賞賜每一個尋求佢、相信佢嘅人呢一份珍貴嘅救恩啊！而家就同家人分享一下，你願意相信耶穌嗎？你知道耶穌會賜俾每個喺佢面前認罪悔改嘅人啲咩呢？分享完之後可以一齊禱告，多謝主差耶穌嚟承受咗我哋所有罪嘅刑罰，我哋承認自己嘅過犯，求主使我哋從罪疚中釋放出嚟，使我哋得以自由。今個星期嘅信仰小練習係私語練習，學習分享神嘅愛。今周我哋會變成為你家人嘅秘密天使，請你預備一份小小心意送俾你正在守護嘅家人，以呢份小小心意表達你對佢嘅愛。